来看这台南市呢，最近是来推出这古迹慢游券150块，就当伫4间这经典的古迹内底选2间去游览。也毋过，所有民众发现讲，这高一个古迹呢，这门票毋只70块，2个古迹安尼加卡起来，阁无到150块。所以，即是讲，这到底是优惠到倒位去？文化局是来解说讲，其实这慢游券呢，除了是4间选2间以外，也阁有6大热门景点的这个优惠，所以整体算起来也是有拍到这个。真侪外地游客来讲府城，除了食美食，更较爱去参观古迹，感受古迹的怀古气氛，更较远离现代城市的吵闹。为此，台南市文化局最近更较推出台南古迹漫游券150块，就会当踅安平古堡、赤坎楼、安平树屋，又在金城选到2个景点参观。也毋过有民众发现，但伊古迹入园专票70块，2个景点个别买票也比漫游券俗10块。待的时间不长，或者说行程上安排不会到这么的满。这样的话，我会觉得说，那我是不是买一张70块的全票是不是就好了？会，我不会觉得逻辑有点怪，但是我觉得可以推出那种不是4选2，可能就是4个都参观，因为你会参观古迹，就代表你对古迹会有一定的兴趣。对此，台南市文化局解释150块的台南古迹漫游券，除了会当去参访2个景点古迹之外，也会当享有大书铺、台南孔子庙、安平地游览园区等6大热门景点的入场优惠，实际拍者也更较济，大约200块。增加了6个景点的超值优惠，等于说你持漫游券到像台史博或者德阳街这几个园区，像赤草绿色隧道这些，它都可以享全票5折到95折的优惠。对，所以整体折扣这样子是蛮划算的。文化局强调，古迹漫游券是以串联景点互相宣传，有关整体的旅游效益为核心概念。套票若是即种买票加排队时间，更较兼顾春秋的使用，一罐伫手随行随踅，同时也无使用的期限。后一摆来，也阁会当出示漫游券继续算，互游客伫台南旅游更较轻松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